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中大里的稻城里有一條自行車道，種超過100叢的土山野，最近當咧大結果，社區的民眾攏來罵講真趣味。9分的土山野，民眾用家己製造的器具給卡落來。大里區稻城里草烏溪自行車道，種超過100多叢的土山野樹，讓真濟民眾來這買山野。來阮稻城里啊，吼，阮這自行車步道不但有花可以賞啊，吼，還有這整排的芒果樹可以摘。聽講這幾排山野樹是佇咧8七水災過了後，在地一會老大人種的，便若到山野區買阿嬤到居民來這買山野，甲買來土山野，摕去生做酸甜的精靈果，互民眾人感覺真新鮮。這兩個山野吼，會當做迄個果汁啊，現做現食啊。芒果汁啊！民眾講風若真透，塗骹就攏是山野，讓民眾來這扣。居民同齊卡山野，將做社區限定版的場景。